因为我们是属于轮班制，那我们的勤休制度是属于勤2休1，所以在分队的时间会有48小时这样子。那通常会是待命的状态，那有勤务的话才会出勤，所以就是随时必须处于比较紧绷的状态，就是随时要出勤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的寝室是处于在车库的2楼，所以当车辆发动的时候，就是废气都会排到寝室里面。那针对我们的寝室的空气的状态会比较不好。那有这个系统之后，它会排到其他地方，就不会直接进到车库。所以这样子针对我们的生活跟自己的那个身心的健康会比较有帮助，这样对有大的改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消防员必须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抢救生命，因此他们的健康与安全也需要被高规格对待。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近期启用智能排气供电车库，并增加消防车警示装备，大幅提升消防人员执行任务时的安全与便利。接下来邀请消防局灾害抢救科邱科长为我们介绍升级版的消防装备吧。像车子每天都要热车，那每天热车完之后，这些废气就会让我们同仁就会很不舒服，那健康上就会有一些顾虑。我们会透过这些排放废气的设置的改良，那这些设置只花了我们差不多9万多块。那就能有效的让我们的一些整个废气，无论是热车的废气或是里面的废气，把它有效排放出去。那消防车只要出行的时候，它就有自动脱钩的一个功能，让我们的救灾出行更加的便利性。我们救灾现在的那个智慧型的一个设备越来越多，无论是无线电或者是平板，还有一些设备。那这些破坏设备都需要用电，尤其长时效的一个救灾现场。那我们现在往往救灾现场的一个供电的取得不易所以我们就是把每一个器材车都把它改良到6至9个有110伏特的一个防水防尘的一个插座。那这是第一个机制。在救灾出勤回到分队的时候，很多同仁已经很辛苦很疲倦了，他们还要再把车上的一个破坏器材拿下来充电未来不需要了。他们透过我们所配线集结到出口这个出口的110伏特的一个供电线，然后插在车库的110伏特的插座就可以，整车的设备就完成那个供电的一个机制了。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3月12号植树节，台南市政府甲台积电慈善基金会上午伫个三商区花园水稻博物馆种下40丛台湾原生的树种石松，由市长黄伟泰甲台积公司晶圆厂的营运副总经理黄英郎带领2位副市长甲台积电的高层共同种下树苗，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同时嘛代表对环境的承诺。我们在水稻博物馆来种上海洋水源的树，然后由台积电还有慈善基金会还有台南市政府共同协力，来借着种树来许下对我们这片土地的庄严承诺。那尤其在现在这个因为水这个我们台南市虽然有全国最多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水库的容量现在已经降到1.2亿吨，我们必须要在珍视这块土地的时候，也特别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涵养我们的水源。我们从2016年开始，台积就有发起一个 iTree Green Party 植树活动。我们在厂区适合的地点，还有邻近的学校、社区，还有机构种植很多树苗，就希望换取我们的员工还有市民大众对环境的重视。今年我们秉持
连心植树，许孩子永续的梦精神，我们联合4个政府，扩大台积电植树新传计划的植树规模。从我们的厂区所在的位置开始，我们预计提供45000棵树苗，这个相当于7.5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我们希望将这个绿色社区带进人们的生活中。今仔日的种树活动以桃园、新竹、台中甲台南4位干部来举行，现场有台积电的职工、长期伴读的森林国小15位的学童共同参与。伫台湾生态树艺协会的协助下，教导民众正确的种树观念。同时，台积电公司嘛赠送45000丛的树苗，相当7.5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数量给市府。由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未来市府也将盘点规划7栋的土地，给台积电来栽种，共同为土地永续尽一份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农产品外销就是稳定产销重要一环，其中为了顾台南往来品质，这套由业者家己所研发的水洗设备，对清洁、定水降温、杀菌，甚至加上水果蜡来延长鲜度等一连串的技术。一直到最后，亲每一粒拢爱10公斤以上，才化到包装外销的品质。后来参观的议员真正做感动，这就是国家队要拼外销的规模。整个过程包括这个从清洗这个整个的用冷却的那个概念，让凤梨冬眠，然后可以维持它的这个保鲜，然后所以现场我们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包括韩国其他国家的那个客户在这边这个观摩，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荣耀哈。看完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凤梨的包装线，我们对我们台湾的凤梨更加的超级有信心哈，一定要让世界都知道。台南往来3月底的陆续采收，为了解往来采收以后相关处理流程，12号市长黄伟哲嘛专工到麻豆这个集会包装场关心，又以见证自动化的技术，嘛家己体验用高压空气清来清洁往来，防止虫害，稳定了后外销的品质加竞争力。有了这套水洗设备，根本上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出口的凤梨绝对是安全的。那我们知道，凤梨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凤梨如何出口、如何装箱、如何经过水洗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凤梨出口品质上绝对没有问题，不仅它的好吃多汁而且还在于它没有病虫害。所以说我相信。这个部分不管是到日本，不管是到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市场都没问题的，其他的市场我相信应该就是没问题，所以有的就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大家来，主要是见证这边的水洗设备，不是为了这一次才建制的，是原来就已经有的这个水洗设备。罗局表示，台南往来伫4月份大出以后，目前所有外销的订单，包括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加澳洲拢有，并未受到中国暂停进口影响。预计比去年6000吨较济，一定无问题，甚至预估达到8000吨。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嘉里区文莱里12号透早传出主体火警。造成一对阳性翁仔某双双来罹难。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伫知影消息，甲议员蔡秋兰、彭一峰、蔡素秋金等议员前往慰问。第一个时间呢，警消到现场要拉水线布线的时候，指挥官没有到现场，义消来这边不能够进火场来救火。那这个问题呢，凸显到整个的义消人员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冲到现场来打火，必须经过指挥官的同意。那我个人认为是需要调整，就是呢，那原则上，警消、义消第一现场就是要拉水线、布线，第一线就是要灭火，但是要冲火场的时候，才需要指挥官来指挥进火场，就是要警消人员带着义消人员才可以冲火场。那如果简单的灭火的话，希望能够警消配合义消，第一时间就要灭火，那不必经过指挥官的同意。那如果这样有这样的修讲，有很多的火场呢就不会
蔓延开来，这个有一点遗憾。很多的火场都是因为这样而来丧志，而且打击掉整个义消人员的士气。议长郭信良表示，杨姓翁仔某住伫组内的木造平厝，平常时4个排单来维生，除了爱风台丈夫，还佫有5个囡仔，因为有债务，生活真艰苦，可能着老年人甲囡仔需要外界帮助。议会也特别递赠12万的慰问金，希望协助家属的后事处理甲生活的需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永康飞燕新村这个区域原本要进行都市更新，但为了保存文化遗址以及老树保护的宗旨，让这个属于在地历史的回忆会当保存。在这个基地内底，会当看到1943年日治时期兴建的军事建筑物，除了有80公分的墙体，还有军事气势正高的防暴门。但因为年久失修、材料老化以及树木攀升造成破坏，对此市府向文化部争取经费。未来伫修缮了后，将会当成为台南文化休闲的新亮点。第一项，开地平安，党后顺利。这个是历史建筑的修复，可以看到它的墙面高达80公分，厚，可是却挡不住这个挡得住炸弹，却挡不住这个榕树的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建筑，不仅是安平有树屋，我们永康也会有树屋，但是这个树屋却是一个军事建筑。那我们除了谢谢我们的工程单位能够把它希望能够恢复原貌之外，但是也特别希望把这个历史建筑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许多观光客、许多好朋友、本地的、外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了解我们永康曾经有过机场，这个机场也曾经有过导航的这个通讯所。我们希望说，这个历史建筑能够让我们更珍贵、更珍惜台南这个古都。历史建筑永康飞行场无线罗针所修复工程有计工期730天，发包金额3835万，费用由中央甲市府各自负担一半。整个工程预定伫2023年4月完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228事件受难者汤德忠故居，伫去年经过公民募资行动，成功保留落来。协会选定伫3月13日正义甲勇气纪念日这天，将开放汤德忠纪念馆，予民众参观。馆内会当看到汤德忠的办公桌啊、屏风、相关的历史文物、相片以及纪录片等。纪念馆在这个3月13号这个汤德章纪念日的时候开馆哦，那这个馆主要有1、2楼，这是原来汤德章的故居跟事务所。那1楼的部分呢，主要有几个主要是以汤德章先生的资料为主。那1楼一进来的地方，其实就是他的原来的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那里面有2个比较重要物件，一个是汤德章先生原来事务所里面的屏风。那另外一个是汤德章原来使用的办公桌，那我们把2个东西搬回来，他们捐回来以后，我们放在这个故居里面哦。那里面介绍大概就是汤德章先生的从他这个生平，然后成长、读书到警察还有律师的过程，然后一直到228事件受难。除了汤德忠律师的生平，第2楼还有另外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张大邦的受难记录。这个房子里面曾经还有过另外一个屋主，叫做张大邦先生。他是1950年的时候，因为白色恐怖被判刑10年。那他也曾经小时候也是住在这个地方，而且在汤德章之前就住在这个地方哦。那我们就把他的资料重新放回来，那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房子其实还住了另外一段历史，是跟白色恐怖有关。那剩下的部分大概就是针对228事件白色恐怖的背景做一个说明。纪念馆的开放时间固定伫每礼拜3到礼拜，并会无定期举办讲座活动。协会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位于安南区的普华德祭祀，为了迎接国历3月14日，一年一度济公活佛的佛诞大典，别方拄伫大厅献台，由主位带头摆上由信众所捐献的寿面甲青果等献礼以外，今年是牛年，嘛以扭转乾坤为主题来布置。其中上特别的，就是顺时钟以代替电车为造型所设计寿酒，号名勇往直前。互信众毋惊拄着困难，通行无阻碍。加上蒸汽火车的带头，强调蒸蒸日上。尤其全球拢接受肺炎疫情的冲击，透过上主讲法，拢会当四季平安。就是因应到咱海峡两岸紧张的这个情势，还有咱武汉疫情延烧不断，造成到咱的人心惶惶经济萧条，民众的不安。所以市长呢，特别遵照指示做这个寿酒在这个属圣诞的时候，沾进佛光的普照会当互禅师加持互众生会当离苦得乐万事大吉祥。普华德祭祀对去年设计枪棒处置的寿酒造型，到今年勇往直前的列车，别方为了互信众表达献酒礼，佮配合世间局势意涵，每一档拢无共变化，相当难能可贵。另外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今年的佛诞取消平安宴甲团拜，毋过维持精彩民俗文化表演，同时加强周边的清洁消毒。欢迎信众安心来接受。咱这次咱有200块到平安宴席，咱来促销民众就是用方便餐咱拢遵照这个，包括进出的人，咱遵照 SOP 的这个流程量耳温、戴口罩甚至讲咱伫大型的活动，包括咱这次的圣诞活动，有真侪众生来，咱拢专门做一个消毒互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环境国历3月14日星期日上午9点，欢迎大家返来市中接受赞。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伫充满创意的启用仪式后，象征今年的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来启动。一般讲到艺术品，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美术馆当中珍贵的收藏品。为了让民众会使更加亲近艺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特别伫台北、台中、台南拢规划举办相关的艺术博览会。这届台南的艺术博览会选伫后火车站的饭店当中举办。这届的规模也是突破过去有历届上侪56件的展商参与，超过200位艺术家，高达1800件的作品，成为一场难得的艺术盛会。这次是我们的第9届，这次非常的来的厂商，我们的同业非常多，这次是大概创上最高的纪录，所以来56家的画廊，6家的新艺奖，所以房间总共61间。来的特色当然是，我想当然新疫情的状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出来走走，然后我们的不管防疫的各方面都设得非常好，也来到台南，因为台南我们是希望跟台南的产官来合作嘛，所以他们台南我们不只来带出文化，我也希望把台南的这个旅游，包括美食都带上来，所以这次来到台南，希望有机会大家都能下来看看。这届展览的方式就是伫饭店当中的11楼到15楼，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展览空间，由着56间的展商准备各国艺术家的作品，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这幅作品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艺术家黄国良的作品《三人之间》。黄国良他是有学了10年的这个整个美术总监，还有10年的这个电影副导演的部分，所以他的整个那种幻象之间，还有这种这时间蒙太奇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上悠然的呈现。这件作品是中国艺术家薛松的作品，他的作品的创作的特色在于，他是把现成物，好比说是书法的碑贴，或者是说是画册，然后呢加以焚烧跟拼贴，也就是说他先把现成物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边缘都经过火的燃烧，然后之后再拼贴在画布上，然后在画布上面，然后再去作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新旧古今的一个交融的一个视觉的效果。艺术博览会安尼的形式，对着艺术家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除了让更较侪人会使欣赏到作品，同时也让喜爱作品的民众有机会将作品收藏落来。那因为传统如果在美术馆或
画廊，基本上一个档期就是1个月，那1个月里面你就是要去分那个少少的数量，那僧多粥少，其实展出机会抢破头啦。就以往的生态可能真的是等个好几年才发表一次作品，那现在有了艺博这样的方式，其实就可以去规划，我1年可以发表2、3次啊，这个对艺术家来讲是很大帮助。即届的展览对12号开始到14号，这场是南台湾上大的艺术盛事，同时也是一个产官学藏的交流平台。加上接下来将会对18号开始举办的台人新艺奖，也互2个艺术盛会串联做伙，为台人提供丰富的艺术能量。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有一名36岁的柯小姐伫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伊的类风湿性的因子无正常。烦恼家己会出现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特别来到市立病院做检查。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一种免疫系统异常的慢性病，通常会造成患者的关节发炎甲变形。目前并无有效的预防药物，但是会使对改变生活的习惯来做有效的预防。其中伊着改粉甲保持喙齿的健康，避免牙周病是相当有效的预防方式。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不管是生活形态或者是饮食方面来着手，那的确有助于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的发生。那比如说最重要的2件事情，第一个抽烟，我们抽烟的话会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的发生风险会增加。那戒烟是有助于降低类风湿性关节的发生风险。那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如果有抽烟的话，那最好能够早一点戒烟，那可以降低自己将来发生类风湿性关节的这个发生机会。那第2个牙周病的部分，那目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说，牙周病跟类风湿性关节有很大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保持自己的口腔卫生，那确保说口腔里面不要有太多的细菌，那这个也可以预防说我们将来发生类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做好饮食控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医师表示，会使参考地中海饮食的方法，会使食较侪鱼肉、甲蔬菜水果，避免食红肉、甲精致糖类、甲甜点等等。饮食的部分，目前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地中海式饮食是有助于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的原则，包括说蔬菜水果要多吃，那尽量吃全谷类，尽量不要吃精致糖类。那鱼可以多吃一点，那特别是一些油脂含量比较丰富的鱼，像秋刀鱼、青鱼、鲑鱼这些鱼类可以多吃一点。那红肉少吃一点，猪肉、牛肉、羊肉这些红肉少吃一点，甜食也少吃一点。这个是地中海式饮食的原则。因为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一种遗传相关的疾病，所以如果家中的子女或者是兄弟姊妹有出现病症，安尼家己得到的风险可能是一般人的3倍。对此民众也需要多加来注意，会使对解粉、保持喙齿的健康、控制饮食等方面来做有效的预防。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